再来看日本的防卫省，昨下晡伫鹿儿岛成功发射一粒国防通信卫星“飞鸿3號”。这粒卫星伫升空了后30分钟，就成功进入预定的轨道，会当来提升日本的国家安全。全システム発射準備完了。メインエンジンスタート。SRB3 点火。这个岛上甲一项指令 H3 新型运载火箭发射落，这个发射火箭搭载一粒日本防卫省的 X 波段国防通信卫星“飞鸿3號”。在日本测试当地時間下晡3點48分，成功在鹿兒島的精之島太空中心升空。ロケットは計画通りに飛行し、打ち上げから約29分11秒後にきらめき3号を分離した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。日本防卫省表示，这个“飛鴻3號”在發射了後的30分鐘，就成功進入預定的軌道。國會對“飛鴻3號”先做初步的性能檢查，確認無問題了後，年底開始投入使用，對提升日本國家安保甲自衛隊運用能力有幫助。きらめき3號の運用開始により、すでに運用中であるきらめき1号、きらめき2号と合わせ、防衛省が独自に整備した X バンド通信衛星3機体制の整備が完了します。指揮統制に関わる基幹通信としての重要な役割を担わせ、自衛隊の運用能力の一層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く所存です。飛鴻3號是甲日本公布的衛星，運行軌道的高度伫赤道天頂差不多36000公里的所在，監測範圍據估是太平洋甲印度洋一帶。這個系列衛星較袂受氣候條件影響，通信速度真緊。另外，這個嘛是 H3 新型火箭連續第3屆成功發射，嘛代表日本未來太空探索、做太空旅行的任務，正式為 H2A 火箭轉移去 H3 火箭。開發火箭的日本企業森林動工，用將近24天的時間改良火箭。新的 H3 火箭如果會當減少將近一半的發射費用，提高成本效益，嘛支援國防甲商業任務。國際新聞台是董炳耀。